20年上网落成地高客家成果杯来认证，喺度多位现推客家音乐创作者有梁聪，也两推音乐人会有按多马嘅发展。有梁聪坚持花时间去谈来认证共成果嘅故事，了解以让会写出按样嘅词曲，再个去转化客家创作。也两个坚持理想嘅乐人，係希望本韩国多人听到。又有传统又创新的客家音乐。学生嘅留学来到中考堂，准备要来听精彩嘅客家音乐讲座。开担爱开来嘿，嘿哟做担干呐，空间唔太嘅老虎王度，大學生被坐地天嚟看，佢盡時尾提吉他。大埔五樂團團長廖永聰同客家山歌先生嚟研製，變登上台分享台灣客家音樂嘅發展同融合。當然，唱歌唔唱，假使做唔得咯。阿妹要花來嘿，嘿喲當面講呐。來認證以前呢個有力的衝登山歌。廖永聰彈吉他，創出現代客家歌嘅範例。兩台音樂人用下唱歌嘅。用音樂交流，精彩嘅表演出傳統山歌同現代客家歌嘅對話，喺學生就從榕樹嘅結構去等陣嘅音樂表演。不管是現代的客家歌，或者是以前的客家歌，其實客群很小。現在年輕的樂團，然後甚至帶到以前的歌或者以前的文化進來，然後我們就會聽到之後，其實我們會有能力或者有意願去推廣給更多的朋友，這樣子。交通大學客家學院邀請音樂工作者廖永聰落來中考堂，用客家音樂長期同學生嘅交流對談，改變了學術課堂課教材嘅限制。今日以行前來山歌先生來研製，用下實際分享以前音樂工作者有按到乜嘅心得。你算起來算講中生代。賴先生算一個資深前輩，不過一年有一做一個，一年你也推人吼，算一個做一個橋，搭個橋，後生人爭地講，原來嘅條線還有轉化，行緊過來可能有乜嘅做法，伴大家啲嚟討論。所以講就會講結合老中青三代啊，有面啊。家用一個橋梁吼。兩山的互通啊，唔講，我就係壁壘分明，我就做唔得，我傳統就要堅持，頭擺就樣啊。時代以時至今啊，一切都改變啦，但是冇失去嘅原來嘅精神，嘅個有冇進化，我認為也係最重要嘅，讓佢保持，讓佢去將佢發揚出來，亦讓重要啦。所以頭腦改變啦，思維啊改變呀。不是慢，它不是慢，是基調。基調，哎。20年改新聞推廣提高客家山歌嘅來源子，同大埔五樂團做出有音樂項嘅合作，傳統派同創作派嘅兩台音樂人，同山歌現代流行音樂用夾嘅改好，創造出有新有傳統嘅音樂風格。本人談到順，亞洲最重要嘅東西啊，這個旋律。旋律變唱彈到當順當流暢，傳統嘅同流行嘅結合起來，用咩方式，也就一個功力啦，也是在講嘅啦。那傳統嘅樣嘅去將呀傳統嘅轉去做隻一個整合嗬，變到一隻整合起來，變到講一隻冇同樣嘅東西出來。我認為也當係音樂，我哋做嘅最主要目的，不是睇傳統嘅精神。但是呢，又有新呢，有冇新一套嘅元素出來？唔會是快嚟行改變想法，跨時代嘅合作，能為產生改等陣嘅音樂火花。各自都要各自的敞開心胸啦。就是說，我們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，其實我們每個人
的那个耳朵都要打开来，听对方，他也要听我们的，我们才有办法做沟通嘛。传统乐器它的音量并不是这么的大，对，那其实鼓的音量其实本身是很大，大概80到90分贝这样，所以刚开始你就是必须要去，你要放下自己的习惯，对，然后去听别人在干嘛，不同以往的做法，对你不能用以前的思维去想这件事情，但是蛮有趣的。传统团创新用交俾客家音乐创作，唔係無人做。不過劉永聰堅持用時間去了解山歌詞曲嘅背景故事過後，再表現自家嘅想法來改變，創造出具有感情嘅現代山歌。大摆搭跳歌是可是是大嘴鼓大东曲，伊讲故事，讲那条歌用办落去了解了条歌的故事，讲是采发动多嘅改编，是讲看谱看唱片落去做，就你是做得的，不过都在用扮演有更加沉嘅老山歌嘅工作者，還有山歌嘅故事，按講做配講嘅知識，按用就有辦法按做兩件事情，如果有一個冇強用嘅部分，用底氣。兩件事情是按做一個老其他人有啲冇強用嘅地方。客家歌嘅睇音樂市場唔係幾多人會去聽，幾多好聽嘅客家音樂冇辦法俾幾多人聽到團傳唱。來認真劉永聰，兩個堅持自家理想嘅樂人，還係持續睇音樂一條路向打拼。一旦上等檢查睇漢白，還聽得到山歌，幾條山歌聽起來會係濃嘅風貌。條白上能溪過睇沙鼓。